hao. Saka makan ko semak na mo hao. Kirami ini kita hao ate sai ko wala di sai namita usasangaan namita o dana naman nuawa ano ayaw hao. Saka kada maanay kita semak ni sa ano. Saka nakani maladi sai kita hao aka pisimek to na palutuan hao. Palataan kaka inter katakan po na palutuan na masama anda matasua ko na palutuan basa pasatakan san sa tapang to kita anini ang tatua kacau Hello， pasadakan to po sila namita 你今天的单字我有很多听不懂呢。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我们延续上周的那个进度，我们一样哈，从第一组哈开始讨论。那我们第一组是采集组哈，主要是针对水上的哈、水中的、河里的、跟河边的、跟海边的。好，那我们就开始进行喽。好，我看一下你们的画面。好，看到了吗？好，那我们从我讲一次哦，我怕可能那个有些人不太的焦点是什么？这个焦点是我发明的哦，是我们南岛语系的语言学家他们的分类，他们有主事者焦点、受事者焦点，还有处所焦点、工具焦点，还有时间焦点。那其他族群呢？我记得赛德克有什么受惠焦点哦，就是有点像是因果关系的那个概念。那我们这边阿美族有一个新的动作焦点哦，那个动作焦点是比较理解阿美族语的阿美族人比较，那个南岛学的原学者多数不是阿美族人啊，所以他们可能不知道有这个焦点哦。这个焦点其实就是把我们阿美族的动作把它名词化哦，英文叫做动名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动作焦点的部分哦。那我今天那个书写有提醒我说，他这边有准备一些新的词汇，那我们要不要请那个彭三妹老师这一组，我们来说明一下你们的动作焦点有新增哪一些词汇？好，我们都把 stick 就是捞小鱼，是不是？但是从这个巴拉干，啊，你巴拉干就是放鱼泉，米了份儿。哦，这老师你讲的那个拉是不是？你巴拉干放鱼所以那个泉，拉干是鱼泉的意思，是不是？对对对，拉干有 OK，小的等一下有大的。OK， 好，老师，你刚讲的我只知道鱼泉的东西，但怎么用，我从来没用的。这样的，下，平常我们就在大河的话，我们会弄成一个三角的地方，先把堆石头，然后会用打发样，就是那个姑婆引挡一些水，弄到出口的地方弄很小，再放一个那个拉盖，这样子鱼就会自动进去了。老师，你讲，我大概想是不是说那个，因为他那个鱼泉是不是说那个我们有一种那个阿美族的那种捕鱼的方法叫做我忘记，就是把那个河流用干掉，那个阿美族语怎么讲？哦，然后那个一般的那个水就会往下游这样子流，往下流嘛。一般是我们的那个鱼会往上游，对不对？鱼儿都是逆流而上。可是你把那个河水用干掉之后，那个河水就会往下游流啊，鱼就没有办法往上面游，它就只好跟着水下去。那你的鱼泉就放在那个位置，让它们自动进去，是这个意思吗？对你讲的说那个要把河弄干，那个是要把那个河水那个渠道弄到一边去，然后那边有一个地方水干的地方可以捕鱼或是可以抓，因为你说把水弄干了，那是一个改道。
河水改道，河水改道。对对对，然后呢，对因为就是放鱼钱的地对方呢，你要放很多那个姑婆鱼，把它挡一些，免得那个鱼都乱走乱游，一定要给它归位到你的拉杠里面。了解吗我大？概了解，不过那个画面我还是有点哦，不是那么的。真的哦，你就把那有个没有人？河弄成一个三角形嘛，啊，越来你说本来那个河道很宽，然后到最后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这旁边的地方的都要用那个姑婆椅给它挡，用石头挡，然后到最后我懂。就放一个拉杠在那里。有，你这样讲我有画面了，就是它那个河道变窄，越来越小，对对对，变成有点像三角形。那你在是，三角形的顶点放那个什么鱼泉，对对对，啊，你挡的那个部分是用姑婆芋再把那个河道变小，对不对？对对对，还要堆石哦，头这，懂了。石头要压住那个打发样哦。要是河道变小要堆石头。哦，所以姑婆芋的功能应该不是把河道变小，应该是用那个石头，对不对？姑婆芋的是把那个比较缝隙的地方堵住，是不是？是，是哈。对。老师，我问你，你们这个整个的流程，程是不是叫做米古姆利斯？你们有没有这个话叫做哦，合计。合计？哦，这个合计的方法很多种啊。哦，对，这个是一个捕鱼的一个其中一种。所以老师那你们把那个河水就是把它变窄，有没有阿美族的话来描述这个把河道变窄这个动作？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可是大家都只知道说巴拉干，就知道是那样的方法。哦，就是你讲巴拉盖，大家就知道要把河道你要变窄，用这种然后在方法。对对对。OK，凳是不是？没凳啊。挡住了，是不是就是用石头挡？对，就是米的凳，我们后面有个米的凳，凳那就一起要米凳要把它干这样子。凑在一起，因为我们要把或者米的凳再加打底外这样子。哦，也可以，因为米凳是整个凳起来，然后打底外。对。妈，你开一下麦克风。他没开。对，你的麦克风没有开。通常这先堆石头嘛，堆在两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堆石头，就是把水把它分道，或者是改变水路，让这边的水量比较少，这样，然后在那边做把它干或是捕鱼，所以那个动作都会加米凳。不一定是老围绕塔巴亚萨比灯，你拉祖达罗那些东西可以挡那个缝隙。左双林来了。老师，你刚刚讲一个叫做米凳，是不是这个字就是主体？对对对，米凳。对对对，米凳凳。米凳对。所以那个米粒老师，我问你哦，所以米凳就是你是不是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把石头把它越堆越窄，变成三角形，那个堆石头的动作叫米凳，是不是？还都。OK，那这样子应该。是米凳。那吴老师，我想问你，吴老师，我想问你一下，你刚刚讲那个把河水改道，那个有没有阿美族的词汇？我好像记得有呢。河水改道。对。妈妈，你记得吗？妈妈。所以我一直在想啊，通常是有改道，我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个。头柳的来了。
离不手，离谱子吗？你慢，离谱子，河流的浪浪，不是，你是的盘，就是你们刚才讲的苗凳一样啊，你是的盘了一点点呀。是的吗？这个你的那个就是把那个地小，大的水给它堵住，然后往那个小的哦，地方。也是一样啊，你们刚才讲的苗凳应该是一样的，你是的盘了一点点哎。哦，是的，怎么拼？怎么拼？讲一下。 S E D E E F， 这个字哈，哎，对对对你，们的画面还没看到哈，S E D E F，我已经查到了，我已经查到了，就是对，灯一样。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比较慢一点，我有查到了，是不是 Mr. Surf？对，你是的对啊，就是堵住啊。哦，那我这个画面比较慢，没有关系，我们不要理他。我知道，我有查到这个字了。所以这个字是不是跟嘴巴太大了。是关水。有啊，底下倒是那个第四个第五个是三，的，对，是的，要读。堵住溪水底的，大部分都叫苗生。这个你邓跟你的 surf 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那么他说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地方的语言而已啊，是一样的啊。 OK， 方言。再问一下，那个你的 surf 是不是？喂，我再问一下，那个 Mr. Surf 这个是不是也是刚刚那个米粒老师讲说，你在旁边逐题越逐越窄，越逐越窄，是这个意思吗？哦，也是，反正这也是哦。长就是所以是地方你看那个蔡中恒的跟你是一样。Mr. Surf 是堵住水坝，好像是把它堵住，好像跟那个。好像还是差一点点，它是不是有一点不太一样？是把那个河流给它对，他说的意思是咪的咪是两正是这样，他现在的是这个动作叫什么？Mahanamita kumatiraya。你按那个咪的，我看一下帮他按。你打发了，我知道了。这个字，你们看一下这个字，你打发。对啊，一样的意思啊。你打发也是一样读溪水补。讯息了，我已经打发也是一样。比较慢哦。你打发，我想问一下，你打发这个字是哪一个方言别在用的？不知道。上次我在马泰林听过这个，你打发。因为我之前有听他们那个耆老在分析那个米古姆历史的时候，他们就有提到米达发这个字，哎，对呀，打发，对，上面那个打发，讯息了那边有。吴老师说在马泰林听过这一句。王志写说的。马泰林是属于秀姑的方言别吗？对，就是秀兰区的河东的地区。OK， 哦，那这样很好，这样子我们就学到好几个字哈。我们再复诵一遍哈，我们有学到你打发3个字，这都是主题的哈。概念哦，这个太好了。好，我们那个所以我有个问题，什么钓鱼是海里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字？海不看，因为我在海边有看到那个围一圈那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里面那个海边不是有
人围那个石头围起来吗？那个等围捕它退水的时候才啊，是这个，是不是跟这个字是一样跟？读者不一样，对对对，苏学提到就是说那个我们利用涨潮跟退潮的时候，对啊，那个海边你如果退潮的时候，你那个石头，你退潮鱼就被困在里面，这个怎么讲？啊，对，堆石头堆石头的阿多，跟那个不是你米生不一样，所以这个只有在溪才能用这个对，字米生溪河针。哦，海里面叫米阿多就不够了，对，已经围起来，就等它退潮就点雨了，就该是不会。那叫米阿多。 OK，所以那个之前提到那个海边的，应该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哦，是我们是堆石头，跟这个概念不一样嘛，对不对？对，堆石头跟堵水用的。好不一样。那我们来回到书写那个概念，那个堆石头那个叫什么？米阿多尔，米阿多，阿多了，就像那个蓝屿那个石户有没有？标准的来了，标准的来了。哦，对对对，就像那个蓝屿那个堆那个石户，然后就抓退潮的时候有鱼在里面跑不出来啊。对，对，那个阿美族也有这个功法吗？海边的有啊，抓鱼啊，抓鱼有这个吗？那个梯田也要阿多了，梯田呢阿多不够了，是 L 还是米啊？豆米堆石头。 L 啊，啊，对，有这个字，可是他那个没有米阿杜的，有那个有马阿杜。它这个是围里有阿多阿卡有好，那个松林大哥，你在现场哦，你刚刚讲是用米阿杜可以哈，咪可以哈，还是用马阿杜？本来就米阿多啦，咪哈动作啊，对，米阿多啦，就像那个蓝屿那种石户有没有？它趁退潮的时候鱼会跑不出来啊，那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个松林大哥，你说这个中文叫什么石什么？石户啊，户是哪个户？不知道，那个写哦，这个哈，三点水是叫什么忘记了？我知道，我打出来了。哎，大陆可那个能方面还没出来哈，我已经打出来石户嘛，对不对？我帮你们打。没关系，因为这个网络比较慢一点。好，那我们这边简单做一个结论哈，就是河边的哈有3种说法哈，叫米尔邓、米瑟瑟、米达法哦，就是我们是主体的概念哦。然后我们会在尾端的地方放那个拉杠，所以那个动作叫做巴拉杠，这样对吗？对的。对哈，好。要加咪嘞，你把它干。再加一个咪哈 ，OK， 好，你把它干。好，这样就比较完整哈。对，应该要加一个咪才对哈。因为我们这个都是字根呐，没关系，我等一下我改一下哈。这个好，有没有要补充的？现场有没有住在河边或海边的哈？就是想要补充这个说法的，有没有？有没有？现场有没有人在河边跟海边有？你有听到有其他也是一样是那个主题的哈，就是把那个河水分到或者是图为主体去让那个到说法。没有，好，很好，到很重要的文化的词汇哦。好，那个组那个继续哦，我们再还有没有动？上去。
是你断断续续，还是我们收讯不好？应该断断续续。听不清楚。你讲哦，你们继续往下面，嗯，下一个，谁呢？你要讲什么？下一个。下一个，你就看。攻击焦点吗？不是一样的啊那个米了笨，错，还有没有？米了笨，米拉格劳，不要是一个一个，米了笨，米了笨，米了笨，那是抓那个吗？抓青蛙，抓鱼呀，抓鱼，抓抓青蛙，抓螃蟹，抓河溜啊，哦，喂，笨，不了笨了，了笨，了笨，米了笨，是还是啊？那个真的笨不一样，米了笨，应该都可以啊，米了笨也可以啊，没有两，个都可以。我这边有找到，那是追捕的意思，是追捕的意思吗？追捕只是抓，围捕的意思。围捕是哎，米了哦，不是，你们上面描述一下那个字的那个动作该是什么样子？手抓，徒手直接用手抓，徒手抓鱼，徒手抓。苏贤的，你可以重复帮我把字打出来哦。我看我这个电脑的网络的速度太慢了。哦，对，你说的点哦，围捕嘛，对不对 ？The bird PET 的啊，是 but，然后妈妈我们是用了笨了啊，了笨了笨，是了是，有没有那个用笨也有呢1、2后面1、2，这不是 PET 啊？不然就过来用用抓1、2，哦，对啊，了 PE 了，了笨，对，等一下哦，它也哦，它的 the 两个字是一 bird 样的。是那个抓 the bird 那个 L 的是那个什么围捕，不一样哦。那个有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字的差别？一个是围捕，一个是手抓。哎，注意，有人知道 the bug 跟 the bird 的差别吗？ the bird 是追赶的，bird 是抓，妈妈，bird 是追的，bird 是抓的，bird 是抓，bird 是抓the bug 是直接抓，the bird 是抓，所以我们是你的了笨围捕它，围捕围捕，追的，那个阿力克，我问你哦，因为我曾经在丹麦看过我们那个部落的人哦，好几个那个壮年啊，他们就在海里面围成一圈，然后他们的范围越缩越小，越缩越小，最后再把那个鱼啊，把它捞起来。写的 bird 吗？是那个概念吗？赶紧，笨的。不抓，对啊，了笨是围它，他刚说是这样子把慢慢缩小网子这样子，了笨，对啊，没错。是吗？阿力克，我因为我小时候真的有看过我们那个部落的壮年哦，他们本来范围很大，在海里面，然后他们的圆圈越缩越小，越缩越小，最后把鱼赶到那个岸边，然后就一瞬间把那个网子拉起来，就很多鱼这样。哎，妈妈，你有知道这件事吗？
是以前你那前世是会有这样子，但是那个都是用网址，但是不能叫你的份啊。还没，好，所以刚所以那个那个不叫老辈，对不对对，那个不叫的份啊。老？OK OK，那就了解了。OK，老你的老你的份的那个说法就是说去维护，比如说像我们要抓鸡抓什么，要围起来要去抓，那个叫你的份啊。哦，OK，你那个是念 the but 还是 the bird？是不是？抓啊，那不能是就是那个就好像是说，要怎么讲，就是围住这样子，那个叫名不了。凯明刚刚那哦，我个懂了。小白老师讲的，你的辈儿就是像我们的那个阿飞辈儿围起来，围里阿飞辈儿的辈儿的意思，它的范围会越来越小。阿迪贝尔归阿迪贝尔不一对，后面样哦，的你的贝尔就是说我们要去抓这个鸡或是抓什么东西，我们的鸡是围起来去抓，那个叫做你的贝尔。对，我们的意思说后面的 L、跟 but，对。所以刚刚凯明讲的 but 那是围起来，就像阿迪贝尔一样。我了解，没关系，我大概理解那一那的意思了哈。反正我们那个 the bird L 的这个哈，就是围起来哈，但是它不是抓鱼哦，它是抓陆上的，它是抓陆上的动物，它不是抓海里的。啊，那个 the but 是抓，只是纯粹那个抓的动作，这样子解释正确吗？那海底可以用的那个吗？海里面也可以用了笨吗？也可以啊。对啊，是了笨的意思，笨了嘛。所以苏贤，你是问 T 还是 L？有啊，在这里喂，他们 F。我关起来，把那个关了再找他。关了再找。对，哎，我确定一下哈，就是说刚刚苏贤你们不是有问说海里是不是可以用 the but 还是 L？ 海底也可以用 L 的。哎，刚刚不是说不行用海里的吗？可以啊。海底就是刚刚你讲的，你们用围大的。批的年轻人围起来呀，那个叫了笨啦，了笨，范围会缩小。一种是围起来的，一个是抓。哦，所以可以用哦。我刚刚好了，没关系。那如果你们有共识就好了，那这样子就理解了。L 的话是围起来了 ，T 就是那个单独那个个别抓的动作，这样就清楚了，这样可以吗？好，那 OK， 那我们大概离期呢，我们我们继续往下哈，下一个，好，米拉格劳，拉格劳哈，米拉格劳，好，老师，你解释一下拉格劳是什么意思？拉格劳就是用夜间的方法呢，你就带了手电筒、火把去直接抓，尤其是虾，你晚上更看清楚，你虾你打手电筒，希望看清楚它的眼睛，就知道虾在哪里，就可以了。米拉格劳，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米拉格劳的话，专门是抓什么东西？然后他怎么抓？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青蛙，还有抓那个鳗鱼叫什么？鳗鱼叫什么？哎，对啊，赌到晚上，那时候以前我们年轻人他们都会把那个拉格劳，对，捕杀。拉格劳是夜抓的意思，对，然后他会去拿那个桑皮绕，就这样类似去海边，去溪，不是溪啦，就是在浅水的那个浅水的那个什么岸边，去拿那个有的是弹涂鱼，他也是有去抓，还有那个就三角螺啊、河类，
哦，他可能也会抓到一些对像螃蟹，或是它口也有啊，所以说那个是夜抓的意思，就是拿灯去夜抓的。拉格劳就是灯嘛，嗯所以你就用拉格劳的方法，就是提灯或是带有灯具。 OK，那我现在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哈，是因为这些生物啊，像青蛙或者是虾，它看到灯光会看不清楚人在哪边，所以你们容易抓，是这个意思吗？啊，不知道哎，生态是怎么样？有些动物是有趋光性的，趋光性的。就是会靠近有光的地方。还有晚上也可以抓鹫很多可以抓了，遨子可以抓。啊，好。他们抓飞鱼也是用灯这样照的，然后飞鱼就跑过来。对对对，我们上次看那个蓝鱼抓飞鱼就是也是用灯的。难的。有夜光的，打灯，巴拉格劳是打灯嘛，看不到巴拉格劳。所以那个我以前我哥哥啊，到那甘蔗园那边巴拉格劳这边那个鸟哦，看到灯就不动了，对，他就要这样抓。抓燕子啊，晚上抓燕子这样抓，是就在甘蔗园。好，等一下哦。我刚刚听到吴老师讲到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说有一些动物看到灯会突然之间吓到不动，这个东西我好像有听过，是这样吗？嗯，是的。有啊，飞鼠啊，飞鼠也会是不是？就是打灯这样，眼看到他睛亮亮的。眼睛。哦，所以其实拉格劳应该是利用那个动物看到光会突然惊吓不动的那一瞬间，猎人就可以在那一瞬间把它们抓起来，应该是这个原理吧？也有，是哦。好，因为我现在的画面比较乱现场有没有其他的我想说，如果有其他的人应该也可以提供我们那个意见。今天学到蛮多词汇的，有吗？现场有没有人对那个拉格劳有其他的解释，或者是你们部落这个词汇有其他的意思？好，那没有那我们继续往下面。好，米巴扎霍拉克，扎霍拉克是平常我们是讲那个鱼田是大的，对，扎霍拉。老师，你再念一遍扎什么？扎欧拉克，是不是？扎霍拉 ，CAHOLAK。扎霍拉克，好。对的。好，老师，你解释一下这个蔡中涵的字典讲竹编的螺旋形鱼笼，这是什么东西？对，这是比较大的。这个比较大。对，这个扎霍拉那个是比较大。刚刚你讲的那个拉干还要大，是不是？拉干比较小。哦，扎霍拉是要大概多用那个四足，是不是？可以把它的口弄得很大很大。所以老师，你这边有特别提到它的材料是一定是用赤足做的，是不是？因为赤足比较大。OK。好，老师，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我们刚刚那个拉嘎那个鱼泉，我们知道它的使用方式。那我想请问那个扎霍拉克它的使用方式是什么？跟那个鱼泉一样。只是它比较大而已，是不是？对。平常这个扎霍拉克大一点，因为可以抓毛蟹。抓毛蟹 ，OK。对，以前我们部落是抓毛蟹。老师，尤其台风过后，那个放这个扎霍拉克螃蟹的差异。老师，你描述一下那个毛蟹跟螃蟹的差异。螃蟹有毛，毛蟹有毛。
它的它的螯两个螯有毛啊，对对对，哦，手毛很长。对呀，所以毛蟹是在螯的地方，那个它的夹子那个螯的地方长很多毛的叫对，毛它的蟹。它的螯那边有很多毛了。对，那我请问一下，它跟螃蟹比较它的大小当然是那个比较大，毛蟹比较大，比较大很多吗？有哦要加8，看你哦，米八，好好。那个尤其那个毛蟹的螯比较大哦。所以我们现在哈扎hồ lạc，我们把它翻成鱼龙可以吗？所以哦啊，那个 ragar 是我们翻成鱼泉可以哈。可以。可以， OK，那这样子比较容易区别，但是它们长得一样，只是大小不一样嘛，就这样嘛，对对不对？OK，对，好，那还有没有人要补充这个鱼龙的这个使用方式？没有了哈。好，那我们继续，还有没有？还有米嘎冻，就是米一个嘎冻，是嘎冻是不是？鱼呀，是鱼，嘎冻，老师我嘎冻等一下哈，啊，我拼错了。听错，不动啊，嘎冻，卡通啊，这个为什么？古洞啦，我念错了，古洞，你古洞不哦， ，CKO，你古洞啊，你不哦古洞，，不动，你古洞，对啊，不不当哦。哎，啊，不你动有了，是不是毛鱼毛是鱼枪？对对，刺鱼啊，跟野兽哦一样。老师，那个它跟把镜是一样的概念吗？不一样的。不一样啊。是一样，刺鱼直接这样，把镜用这样，把镜不是射，是把镜是射鱼啊。摄影的好，老师你描述一下这个古洞长什么样子？哎，描绘一下古洞啊，对，不当，古洞，描绘一下古洞长什么样？古荡才对，古荡。兔子一样吗？一样，毛啊，毛就是毛，前面尖尖的啊，对，就用刺的。然后呢老师，它有倒钩哦，一次下去它就不会溜走了。三角，我知道三角，是毛，不是枪。你是说那个尖尖的地方还有倒钩，所以刺下去之后拔起来的时候会勾住，对不对对对对，鱼就不容易跑啦。 ？OK，我懂那个哦，那个原理就是这样哦。哦，就是说你那个尖尖的地方，你要把那个旁边再割一个倒钩嘛，这样子对刺进去的时候拉出来的时候，它会反勾住，对不对？对的，哦，那就是鼓荡哦。你所以你们做这这个动作叫做米鼓荡，对不对？哎，你鼓荡，你一个所以米鼓荡就是刺鱼的意思，对不对？哎，老师，你刚刚讲另外一个单字，你再念一遍。你一个一肉词是不是？一撇 ICOC，一个哦，我看到了，这两个字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吗？应该是应该一样应该一样。好，太好了。希望我们那个高级认证会考这些词汇。一定的。好了，我们现在7:39哦，快要7:40。那我们那个鼓荡跟一肉词哦，我们讲完就差不多了哈。那我们现在哦，先休息一下哦，我们休息到7:45，我们再回来哈，休息5分钟。好的，一项而已，是不是？还有那个橘子啊，像马面，像那个现在不是要改良吗？他会给它往下的时候会讲这个 because 这样，就是往下弯，不要让它往上涨，因为那个果实拿不到。现在就是这样子啦，嘿，我懂你的意思的了，就老师你这样讲就对了，就是说
我们一般那个果实啊，它会越长越往上长嘛。啊，你把那个枝啊往下折的话，它就会往下长嘛，对不对？对啊，你采收的时候就比较方便，是不是这个意思？OK，那我理解了。哦，也可以用在捕猎呢。捕猎哦，对啊，捕猎的，怎么说哎，公民大哥，你解释一下捕猎什么时候用这个就是字？它有一根树这样，然后把它弯起来，然后用一个套陷阱这样子。哦，我知道，我懂，用那个弹，就是把它用弯有弹力，对不对？对，那个弹性的，你一踩下去，它弹性拉起来就套在那个脚了啊。对，叫比克哦，哦，哦，所以可以这样用哦。这么厉害打猎，这个也可以捕猎啊。捕猎 OK 哦， OK，捕猎还捕猎，那个，哎，那个钟林大哥，有在。我讲一句阿美语哦，哎你看看这个对不对哈？好乌拉基兰古沙比过杜拉发费，这样对吗？对，可以哦。哎， OK，那我知道这个逻辑了。OK，好，那我们第一个比过可以哈，第二个给肚子，这就是我们采菜呀，那个叶菜就是嫩的，一对都吃，或者是采那个茶叶，一都就是尾巴，一都针或者是菜很嫩的，一都产给公人来讲就是用挑，一都针就是所挑它是挑取。有把它拔下来吗？有把它摘下来吗？有有哈，啊，有上面 OK。很嫩的位置啊，部位在嫩叶啊。所以老师，你刚刚那个美惠老师，你刚刚讲这个词汇的时候，你这个某种程度是有在挑那个比较嫩的，就是有挑选的意思，是不是？对 OK。那我们如果平常那个什么，比如说我们买那个，有时候妈妈去摘野菜回来啊，她会把那个可以煮的部分把它折下来，那个也是米吉豆子吗？米挑对，我们那边叫米里沙凳呢。米里沙凳，对，我也是听到是米里沙凳啊，对啊，对啊，米里沙凳呢。或米里沙凳。那如果说米吉豆子沙凳，可以这样讲吗？可能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啦，在野外拿菜拿嫩叶就给都这样。那如果回来整理的时候，就是米里沙凳，这样再把它整理。我懂你的意思，我懂我。那个在野外直接拿的话叫做米吉豆子，拿回来之后，你如果还要再细分的话，就是米里沙凳了，对不对？对，不是米里沙凳，米里沙凳。米西沙凳不是米西沙凳，米西沙凳，米沙凳很难，那个就是把那个菜整理，就是米西沙凳，不是米西沙凳，不是。OK，吗？对，是米西沙凳，米西还是米？地方语言呐，我们那边是米西沙凳、米里沙凳有两种。对了，可能是地方语言呐。我们是米西沙凳。方言别了啦，方言别了。他那个逻辑就是拿回来在精挑细选的时候才会用米里或者是米西沙凳嘛，对不对？对。OK， 那这样可以了。那个地瓜叶，地瓜叶回来的时候就是米西沙凳。啊，对，最常看到地瓜叶在选那个好的叶子嘛，对啊。对，那这样你不讲，它跟米里沙凳是不一样的概念。好，那个不一样，米里沙凳反正就是不是米西沙凳，米沙凳跟那个米吉豆子是不一样的嘛，米吉豆子是米吉豆子嘛，对不对？米吉豆就是你去摘菜的时候，那个叫做米吉豆子。对嘛，对 ，OK。好，那美惠老师下一个彼得就是给它折断，
这个常常听到哈，这个就是折断，把东西折断就是用这个字嘛。是在那个那个法答案的真讲，那个才就是一直拿那个果子。这个吗？就是折断。OK， 老师，我们常常那个摘野菜用这个比得会用做什么动作才会比得这个动作？如果跑不起来，我给他比这个啊，那个连根那个拉长一点，但是很硬嘛，我们给他比对啊。OK， 我们舍不得那个梗啊，我们就往下一点，然后给他比得不长出。哎，有的时候梗还可以吃啊，就往下，然后摸摸看，然后大概就给他比得，这样回家还可以吃那个梗，还有叶子这样，对，是比得。哦，了解了，了解。所以这个比得我也常听了哦，所以它就是折断的意思就对了。对。OK， 妈妈，你怎么不是用来的吗？人家就是分。老师，我们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们看下一个哈。不得是什么意思？这个我爱给弄断，折断。好，老师，那有什么差别？跟那个比得跟不得这两个字有什么差别？帮你搞照，你们拿到的骨头断掉了。比度，那边讲。不得就是骨折啊，折断啊。不得。硬的，硬的，对的。折断那个动作叫不得，但是已经被折断掉了。不得，对，硬的叫不得。妈妈发言，对呀，赶快那个妈妈还有妈妈可以呼叫。没有，有声的，头发白的。妈妈，你翻译一下。比得什么东西？比得跟不得，对，慢。有比得atau有不得，mana ni soal, mana ni翻译？怎么分啊？比得是说啊，不ditekan kurang rahya kurang datang hasil umaan kasih ditekan 什么？不得，不得就是砍断，还是的得那个就是。断，你的得是比较粗的，得是粗的，比较粗的用不得。对，不得是比较粗、比较大的用。对，比得就是小的、细枝的，可以比得也可以折断的，那个叫比得。真的，那个说不吃那个那个不吃，或者是对一刀砍，不得是一定要很用力，刀子咯，对，你要刀子砍。比如那讲的不子那嘛。啊，一个步一刀砍下来，步骤，不就是也是一样是砍啊？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要拿甘蔗，有没有？不是好像是把它切断的，不只是也是一个切断的方式啊。那它跟不得有什么不一样？它比较硬。是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砍甘蔗的时候，不是有尾巴吗？对。不正好kurang wikuliran啊，像那个什么香蕉的话，你现在果实没有了，不正就是把它砍掉，不正啊，也是砍啊。这个比较硬哦，所以不比较软的东西就对了。对，不是比较软一点的，这在人家是一样啊。不那个叫的不是那个吉朗啊，这对，现在那个比较硬的，像还有个渣哦，那个渣。所以干的时候，比得跟那个很中很基层的，因为小中间大。好，不好意思，刚好突然断讯一接回来你们就讲到的不是什么意思？
刀砍断嘛，一刀砍断，一刀砍多长掉啊，对呀，甘甘蔗，蔗啊，个竹子啊，我们也是的，所以煮水也是用不子吗？所以的不只是一刀砍断的意思吗？对的，的不是一刀砍断，的不 OK，是然后那个那我刚刚炸个炸，个炸也是，个炸也是哦，对，还有没这盖是这个，对我们那边也讲这个，这个是什么？哦，你个炸炸是不是？你个炸，对，你个炸，个炸安古拉砍一刀就个炸安古拉吉朗讲，哎，你个炸可能那不是也是雷同个炸， OK，常常用在树枝上个炸安的那种说法，对好对，对，那我现在刚刚我断线嘛，我想要再厘清一下那个 be duck 跟那个 burduck 两个字的差别在哪里？我们猜一个一个细的，一个粗的，一个是很硬，一个是比较软的。哪一个比较软？不吃软的甘蔗，或者是香蕉树，对，比那个叫不不是我现在不是不吃哦，我现在是 be duck 跟 burduck 这两个。细的啊，对了，比较软的，对，然后呀，然后的乌吉朗，这是树大，硬的， burduck 是硬的哦，啊 be duck 是软的，是不是？对，粗的细小，哦，细的，对啊，有圆的，对，有这个差别，那个 be duck 是比较细、比较软的，是不是？对，对，我这是硬的， kita kan pura bilang kita kan mau buka satu 是软的，看好了，还有一个了的，等一下，还有 the duck 了的 the duck 什么意思？也是砍，一样砍啊，砍，一样砍，哦，他这个蔡宗涵是说专门砍树是用这个字，是不是 the duck？哦，哎呀，了的跟古吉朗，了的你们采集有需要用到了这个，那个藤心要了的啊，它才会掉下来，哎，啊，对对对，三个的还赢不过他嘞，三个人还荡秋千，所以我们有很多只要有 duck 的，好像都是跟砍有关系哦，跟折断有关系哦。be duck the duck the duck 哦，个炸，哎，真的都是这个没，还有没有？还有我刚刚没有上，还有没有你们刚刚讲的我漏掉的？还有没有？没有了哈。有没有个炸不见了？有，哦，蛋个炸，个炸这边，好，美惠老师，那我们继续往下哈，还有一个 be duck，比色哪里的说法哈？哦，怎么说？也是折的意思啊。哦，比色不同方面，比色。有吗？你们是这样吗？比色根是什么根？要比色讲一下。啊，这样子，这个 be duck 字典查不到哦，这个字字典查不到。折什么呢？也是用在菜那边，用在菜那边比那个，很多这样那个，比马比哎也是呢，是，可是用在菜那边呢，菜野菜不是是不是？比这就是是不是那个怎么说？怎么形容？
比色哦，不是，比色是不是？不是比色，刚刚有一个比色，比色是女性渣呀渣。对。我在那个蔡宗版的字典我查不到比色这个字呢。那个可能有的地方讲比色啦，就给它折，不是比个，比对或者是比色吗？比色，比所以就是很少啊，没有，一个是应该是哦。再找个比个看看，倒 KD 啊，写反了，写法有比个这个字，有啊对呀，比个，然后比个，然后就是这样哈，对折哈，比个有。那个咖喱蛋太长了，给它比个一下对折。有呢，有比个有哦，比个有弯曲。比如说那个长豆，我们马达赛每次都整条这样，如果装不下就给它比个，就给它弯，是这样，折一下，一个年。那老师，等一下，这个比个是不是比较像比过的意思？比过是不是比较像比过的意思？他讲比个比过不一样吧？不对哦，刚刚比过有一种说我们要去打猎，就是比过安古拉基浪这样，比个就是小东西呀，就给都在菜叶那边，就是把那个弯曲这样，比如说那个咖喱蛋长长的，稍微给它弯，这样就是叫比个。还有就是去市场买菜那个葱太长，它就给你对，太长了，形容就是这样。形容对了，形容词。比个，你看我的这不要太乱，对，我在厘清一个地方哦，就是比色可跟比个是一样的意思吗？只是写法不一样。他前面写错了，对，前面写错了。打字打太快了，颠倒还一样。喝水，戴口罩别上。好，那 OK 了。好，那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有时候买菜那个菜太长，我们给它对折一下，就是 big， 对不对？对，装进袋子里面。OK， 好，最后一个不炸。就是就是我们常常拿那个，对，我也觉得是向下吗？不做了，折断，就树枝啦，硬扯，哎呀，硬扯。对了，不炸安不啦，那个杂拌有没有？他说挡到那个路，对，挡到路不炸，对。咔嚓一声折断，对，挡到路啦。讲挡你到路选那个咪的是咔嚓一声折断哦，咔嚓一声折断了，的确啊，咋呀？那个挡住了，刚刚有没有？那的断掉了，手上没有刀子了，手上没有刀子的时候就这样子不炸，手刀，脱臼也是不炸吗？炸哦。对啊，炸掉啊！那咔嚓一声，咔嚓一声脱臼也是呢。骨折不是，不是那是离开位置，脱臼一下而已哦。我也是一样，脱臼的是这样，是脱臼。关节移位，啊对，关节还连着，还可以恢复。啊对，可以啊，它会把滚道那个会拉起来的。它是断线的吗？那个断线有，对呀，这个还在那个吴连成老师，吴老师，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说那个不在有一点，就是说脱臼，但是它还是连着的那种概念嘛，就是说折断，但是没有断，还是连在一起的意思，对不对？对。不在不是破开吗？不炸，我不知道是哪里的话了啊。我们这边就好像你们刚才讲的那个树枝给它扯下来，就是不炸死。对，不炸，但是它不啦，炸那么了，给让那个叫做不炸，给它扯下来。
这有炸死的有来，对，有，我不知道不炸是哪里的，我是不知道了。到底几百种？他知道那个祖先不管到底要折什么？你的祖先的不完的，折它分那么多，谁要折年呢？就像是洗那个洗，这有分很多种，你啊，你要把它烧在对不同情况。不同情况吧，用在不同的位置。所以所以跟不会不会一样？我问一下，我刚刚那个有提出来 ，bajaz 跟那个 baza 是一样的意思吗？应该我不知道那个各个地方语言，但是我们这边那个就是比如说树枝啊，有的是凸出来，是给它折下来，那个叫做不炸啊。你不炸是哪一个地方的语言？也许是一样的，不晓得啦。哦，了解了。像摘可能啊采槟榔啊，对整个摘下来就不炸。不炸死，对对对，摘槟榔啊，不扎生整个。整个那个叫，还是我们刚刚讲的应该讲不在炸，在路上讲中文，不炸。那不炸呢？谁知道？不炸，刚刚谁写的？你们自己不知道是谁写的，谁写的？不导入有啊，我们3个4个都有写吧？没有人，有啊，看一下不炸有啦，看一下。我们是不炸不是那个吗？看到把竹子劈开吗？哦，不炸劈，不辣，劈开就炸这里没有，没有。不炸。这也是把没有，不然按过来熬没有，不炸按过熬没有哦。不辣，对的。为什么我好像有想到不炸呢？啊，我怎么好像想到不炸呢？不辣是劈开嘛，对不把对？树枝发下来不炸也是对的，地方语言。对，对，是地方可能是地方语言的。拉断就好了。对，不炸也是一样啦，把树枝硬扯下来。对，不炸是有的是有工具，有的没有工具啊。对，不炸也是没有工具啊，用手刀，手刀这样，手刀，不炸是用手拉，对，不炸也是用就也是啊，像也不可能，也没有工具吧。跌倒啊，硬扯断，对，没错。就会有撕裂的声音嘛。对呀，有撕裂的声音才有不炸死，就会有炸，对，有炸。对，应该是哦，不炸跟不炸时可能是差别在声音的感觉。对，不炸死。你看那个不炸，那个它是那个脱臼有没有？那个感觉是说听到一声炸的声音有没有？那个不炸只是那个撕裂有死的声音啊。对呀，采槟榔硬扯下来就不炸死，有死的音吗？好，我们大概这样猜了哈。也是，你不要的槟榔也是这样的嘛？嘿，我以前是那个猴子，应该都炸死。还可以用刀子这样。古拉威，阿达威，阿达威斯，拉威是米卡拉威，拉威。老师，你讲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字什么拉位是什么？古拉威是用刀接在那个竹子长长的这样给它砍下来那个动作，古拉威，古拉威特，那你们那边怎么讲？哦，对啊，古拉威登，古拉威这太高了嘛，用小刀。哦，我懂了。
哎，你那个腾讯也是啊，不然我哎还有我们要勾钩子，而且用勾对，的，啊，咱高高，用高高。 Ringaw, ringawitan, dari pusaka. Ringawit, Ringawit，对，ringawitan, kurang icep, 我就是要去采那个用刀子割的那个，就是 ringawitan, kurang icep 的。是 Kurawit， Ringawit， Ringawit, 你妈还是Ringawit， 啊用勾勾拉下来， ，ai 哦，ai， Ringawit 也对啊，你是 L 还是 R 了？我没话。ai，啊，ri 不是啦， Ringawit， Ringawit 是不是？对，刚刚啊， ringawit，好，还有 L 呢？Ringawit， sapi 加 Ringawit， 下有没有 Ringawit？ Lingawit, sa lingawit. 啊，我一个两枚金不是。 ringawit 是刀子，刚刚古兰威，我们是用那个古兰威。 Ringawit 找不到呢。可能地方语言它还没有记录。有没有别种说法？Ringawit 类似的。古老味的看看啊，有没有领儿味的？有没有别的说法噻？想一下。我们通常领儿味有了，我为古领儿味噻。找不到呢，有有古兰威，我是古老味的，古老味。哎，你古兰威，对，就我刚才我怎么样？古兰威吗？哎呀，有小小的，那个李丽的用那个李丽点对啊，好，哎呀，李丽，要李丽要去那如果放个时候好像很重，很像米粒吃的比较好，好聚。锯齿这样它就下来了。对啊，我们用酱古老味，然后再到前面那个脖子。然后那边要用工具啊，古老味的。哎，对啊，工具啊，对，古老味，用工具。老师你最后你再描述一下，它是不是就是你们在采那个比较远的东西，远端的，用勾的把它勾过来的那个动作？对，比较高的，比较高的，比较高的，高啊，对对。又高又远。所以就是比较用高的。Mikurawit 这个动作嘛，Mikurawit 是就把它勾嘛，对对不对？对，那威是就像在腾讯这样了，在腾讯这样高的。哦，我懂。对啊，所以南威也有啊。应该是Ringawit啦。Ringawit 有没有人查得到那个字？我不然我先打上去，打上去呀。对，我先打上去。打看看闽南味有没有。Ringawit 那个蔡宗涵的字典找不到。闽南味吗？闽南味，伊老瑞谁爱去蔡宗涵哩？蔡宗涵是成功的啦。是哦。比较偏马兰，Ringawit 我们先打上去哈，Ringawit，我这样拼有没有错？Ringawit有在字典上面吗？有呢。查不到。Ringawit应该是有了，应该是有了，Ringawit。黄色的那个字应该有。他刚刚不是讲说，最终还你啊，为啥你呢？他们有那个说法，Ringawit 的，他是说Ringawit的。李光会敲中很里面没有，没有，也没有，你也没有，Ringawit 的用你没有，应该会是用手勾住跟后半板接。有后半接，对啊。哦，会，哎呀，有啦，一个啦，是咪啦，Ringawit，还有啦，手勾住，后板机啦。下面勾后板机。哦。但这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但不是采里面。对啊，他们说的是用工具的。对啦，那我们是刚刚是古老味菜，对啊，那个是打猎的在扣板，是闽南味。它这个有那个也是有用勾的意思啊，用手勾住了，应该也类似，对不对？
应该都有工具啦，不可能用刚刚那个讲的那个灵啊位是不是就是这个明啊位？是不是这个字如果？你没有讲，就是有了。我那就有有那就有。L 还是 R？那边很多都是对，那个是 R，你要改成很多日啊。如果朗读不会日，就不要让他去，都是 R 的，绝对会。没关系，不然我们就先这样子用灵啊位的灵啊位这个字哈。OK，对，先保留这样。好吧。好，下一个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哇，你们的很多呢。很多呢，真的。很多哦，找不到了哦。等一下，提供一下线上的。折很多就折了，你还或者教，你还要把它折很多了。还有没有？我都们那个只是讨论一个就讨论那么久，还有第8、第9、第10。把菜的都是很多菜真的很多。真的，他每组不简单。那我们讨论最后一个，因为我刚刚有点 delay 到哈，我们等下不休息，直接那个美惠老师第8个，我们继续哈，第8个的不吃刚刚有啦，顿顿有了，顿顿我们讨论顿顿好了。好的不只是上面有了，顿顿就是一段一段的，顿顿呢就是一段一段的，对，就像那个我们杀猪的时候墩墩那个哦，就是一样的意思了。哦，对，给它分段了，那就是老师，可是我们这边有关采集的话是用在哪里？采集的话有啊，那个对光叶，以前光叶要这样断，我们不能切细啊，它是有断的。这个是你我刚跟讲，不是说米顿顿我刚。对呀，比如说乌拉布大米当大米墩墩乌拉布就是一段一段的切，一刀一刀的，对，没有，我们就是墩墩呢，乌拉的话有没有？不是给它切细的意思，就是一段一段，对，一节一节，对，叫墩墩。小时候就地瓜叶，那个地瓜叶就是一段就是墩墩，是不是？这个也有，也要墩墩的。就是比较长一点的，你墩墩，哎呀，墩墩，哎呀，墩墩的乌拉波，哎，他们在做炒的时候也是用墩墩的，对呀，也是用墩墩的，因为要养鸡啊，对，牧草要墩墩，要OK，好，好，没关系，那大概我们概念都知道，就是它是一段一段的这样切就了解了，对。好，下面一个 saduk 在哪里 saduk 有吗？一刀一刀的切的 saduk 哦，就是砍断，也来砍呢，saduk 是砍，也是刚刚有讲讨论到这个，我刚听到 saduk 就是砍断的意思，断切割剪。是的砍也是了，是的，还是的好像也切一个手还切了，是的砍过了，我想就是比较粗的，是的跟过了，我就是切是的，切断对，切那个动作，所以这边蔡宗涵提那个字典提出了有切断、有割断、有剪断、有砍断，都可以吗？都可以，OK， 所以它的意思比较多就是就是砍的意思都差不多呢。我想问一下哈，因为它有一个延伸的意思哈，叫做 basaduk， 就是决心、规定，有这个意思吗？basaduk 分手。决心强迫把就是给他一刀两断切得干净的，所以这个是分手的意思啊。分手啊。把舌头是分手的意思。要给他弄清楚来，就把舌头原来是这个意思哦。OK， 那这样这个跟我们那个要干干净净，一刀两断的意思。对，好，最后一个
了的，哎，好像你们有讲过哦，我那个讲过了，阐述顿都差不多了。好，那我们我们今天我们的采集组第2组，我们就讨论到第8个哈。好，到第8，我们休息3分钟再回来哈。哦，好，把你的衔接的地方哦，从那个第13个那边开始，第13个。打三，打大，那个宾啊，打煞第13个。13了。打上电电13，它电，电，它很多种，都是电子。我们不是把它。老师，那个打煞在盖房子里面是它的这个电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明。电，比如说我们的柱子啊，有时候用石头来垫柱子，不要接触到泥土。是把它打电池。对，叫电。所以老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那个阿美族在立那个柱子的时候，它下面会先垫那个石头嘛，对不对？它是主要是怕那个木头跟土壤直接接触容易烂掉，对不对？对，会潮湿。还有什么地方用到打蛋呢？有放什么？垫什么东西？什么时候用垫的？我就知道是柱子要垫东西。垫。那不垫是打大啊。是建筑啊，建筑或是房子屋顶吗？屋顶好像垫子没有的，屋顶没有垫东西。应该在下面呢。垫在下面。垫应该是在下面。对。有土的。盖房子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垫呢？好像只有在那里才用到大的机会。加高。哦，增高哦，对啊。增高。垫高。垫高。你看不行。我们会叫巴了，你巴。吴老师，我讲一个句子，你看看对不对哈？乌拉法格罗古萨比达萨杜拉吉朗，这样对吗？不是吉朗，萨利利。萨利利，这样对吗？柱子，可以哈。就是那个石头是用来垫那个柱子的。对哈。打，你刚刚说打比大。萨比达萨对不对？打巴是哦，用来垫。不是沙比。沙巴用沙巴达萨。OK， 那这样可以。用来垫。那这样子表示这个字 OK 了，它就是主要是拿来做垫东西的那个动作了。OK， 好，那老师我们来看第14个的刃。拉直。经常是画一条线也会画对。线。那个油墨那个。对呀，就是基准线都要拉那个就是房子才会盖得正，就那个动作。以前是用油墨。老师，我问一下哈，你这个德刃是拉垂直的线还是水平的线？水平的哈。哦。水平的哈。还有另外一个是就是拉直，就是拉直一点。
比如说房子要让不要被台风吹倒，那个固定绳要得楞，不要松松垮垮的，要得楞拉紧。所以这个以前老师说，以前盖房子的人呢、他那个拉那个线呢、他们通常是用那个我们苎麻做的线吗？格六吗？格六，你说做那个水平线吗？对对对，都是，当然是早期是用那个跟乌兰纳线呐、现在就不是了，现在有那个镭射，镭射，现在又有水线了啦。水线呢就是黑黑的墨汁啊。以前呢、以前现在我们知道，以前有的就是用那不一定是画个线呐、只拉一条线，大家有个基准线，那个线也要得楞。对，那个基准线不一定画条线，只是那条那个线为基准房子才不会线。盖得歪歪斜斜啦。对，什么都我看那个我们阿美族那个以前的那个旧的照片呢、阿美族的房子都比其他族群盖的还方正呢，是不是我们这个技术比较好啊？是什么东西啊？那个时候就是格六哦，格六，早期应该不是格六了，都是格六，都是我们自己问的那个，你还能吗？你是格六湾你是格六细细的，反正就是我们以前你嘎热，你用脚嘎热那个麻绳变成线的，你嘎热用嘎热的线，对呀、那个腿毛是那碗面呢？也是啊，那个碗面就是拉基准线。终身麻线啊，是不是？线麻线麻绳是不是麻绳？麻线，热，对不对？麻绳哦。对。麻绳线，也是用什么东西啊？这样子已经很清楚了。因为我们看那个我们自己以前的那个日据时代，或者是更早以前的照片，阿美族的房子是盖的比较大，所以它可能需要更好的工法，不然很容易倒啊。对。那个甩头，阿美族比较高大了，这要做大一点。有可能我们长得比较高，房子必须要高一点嘛。大家族都住在一起。对。一个大个大片这样，全部排睡。OK， 好，那这个概念应该很清楚。那个德任就是拉直的意思，拉直主要是拉出水平线哦，就是要把房子盖得比较方正嘛，对不对？OK， 那这样子概念就清楚。老师，我们下一个 Rupa 是泥巴嘛。通常我们客厅啊没有水泥啊，对，有时候客厅那个地板粗粗的，有时候人家就磨平啊，涂抹，还有那个那个是台湾我们是没有这样做的，不晓得有吗？你们那边有，大概是跟白饭一样啊，那个稻草跟牛粪，对，才不会透风。后来都用黄土吧。我们就是有时候是我们做那个炉灶啊，炉灶也是用那个来磨，作为一个炉灶。巴罗，我叫巴罗。你叫巴罗哦，那很好吃哦。以后叫巴罗，你还是要出来哦。我阿公的名字就巴罗啦。对呀，炉灶就巴罗。
Bisa parot 所以 to pikul parot. 那个吴老师，你刚提到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那个阿美族的建筑工法哦，不会像那个之前好像那个汪处长啊，他有提到说，那个噶玛兰还是汉人，他们会在那个墙面涂上那个牛粪，对不牛对？粪跟那个稻草混在一起了。牛粪跟稻草，我们阿美族人是不是不会这样子盖房子？有的部落他们说有，有哦，我们那里是没有。嗯，但是涂抹这个动作是我看过，我们比如说那个晒谷子啊，我们要收割了，那个晒谷场哦，坑洞洞，有时候我们就用泥巴，就用涂抹平。但是现在是客厅，有些时候客厅盖好房子以后，客厅让它地板平一点，有时候用抹平。哦，还有做所以巴肉的时候，就是也要用。还有那个炉灶的时候，做炉灶的时候也是要用涂抹。哦， Sangat paroti sewanan. 还敢够，哎呦，所以老师，他那个把它磨平那个动作，我们叫做米鲁巴鲁，是不是这个意思？哎，哦，我刚写给他，把它写给了，你写给。哦，那了解了。OK， 所以老师，我们现在你们的那个动作哈，讲到地那边在吃粘土，我们都骑单车去拿粘土在打巴弄，因为那边就砖窑的嘛，so, 那红砖的嘛，你们那边。对，老师，我现在就问一个东西哦，那你们涂抹的那个材质是什么？是泥巴吗？还是什么东西？泥巴或是粘土？属大是不是？就大还不大，属大，不大，粘土，大是不大，P 呀，P，不大。年发达了，年发达，那个体大有什么分？还有一个不大哦，不大，是属大，不大是什么？正年啊，土的土，烂泥巴，粘土泥浆。 P 呀，P，等一下，我问一下哦，不大跟属大的差异在哪里？不大不一样，是那个北边河边里面的那个不大，不大边的什么？那个土，那个土。阿力克老师，等一下，阿力克老师，你说河边的那个土是不是比较偏黑色的，叫不大？对，你看泥浆不大，像泥浆啦，呀，泥浆。业务那个叫河边的土，河边大便对，地大不一样，属大不一样，哪个用来干什么？啊，地大。有上的比大 ，DITA 点，所以是用哪一个去涂抹我们的那个地板？不大，DITA 点，比大粘土，是低的低，低的低，对，你那边有 DITA， 我们那边是的，刚刚讲什么大 ？DITA。低，不大，没有看到呢，不比大，低的低潮的低，哦低哦，比大哦，出发最低，哦，低的低。好，等一下哦，我们一定要把这三个图搞清楚哦，一个属大，一个不大，一个比大。那个吴老师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三个。那个很角色，大就是泥巴，不大这就是刚刚他们说的，在河里面颜色比较深的土，烂土也是黑色啊，属黑色，颜色比较深，黑色沉淀的，沉淀的泥土。所以大只是说一般的泥巴了，这个不大不能黑色的沉淀的泥土。那个比大呢？比大
底大就是粘土，我们要粘土做红砖，烧红砖的材料就是粘土。他们那边很多打包喽可，以做那个瓮，可以做瓮，哦，等一下，我厘清哦相，关我们都要做那个瓮。我们那个苏大是用来我们涂抹那个家里面的地板的，那我们的底大粘土是用来做陶器、做瓮的，对不对？对呀，那我们现在剩下不大是用来干嘛的？没有做什么，不大没有功能哦。没有啊，还是有它的功能。没有功能，没有功能，OK，那了解了。有啊，那个什么干什么用？做肥料，护肤的，你就平常你是这样子哦，头发才掉的。会保养的。保养。我们那个不会拿那个河边的那个不大去做我们的陶器或者是瓮之类的，不会吗？那个沉淀物嘛，那沉淀物一样。所以它粘性可能不太够。哦，粘性不够哦。嗯，那老师，我问你，那个底大要去哪里找啊？底大就是像我们马泰安的话，我们的对面那边的那个太巴郎那边的泥土就是有这种材料的泥土，这样的哦，我懂你的意思了，地区性才会有。地区性的。你所以老师看到很多那个做红砖的那个地区都会有粘土。做红哦，对砖的，对对，龟山那里啊，桃园的龟山区有做红砖的做粘土。哦，我懂了，我懂了。所以它那个底大哈是地区性的东西哈，所以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有嘛。我的道理。那吴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们马泰安或太巴朗那边有底大，那你们的陶器的文化是不是比较发达？你要问太巴郎吗？马泰安也可以。多么陶器叫阿多摩，有个地名叫阿多摩，阿多啊，多摩。做那个陶器阿多摩。对，所以老师，你们照这样的逻辑，你们应该光复那一带的粘土比较适合做陶器，你们是不是比较多陶器在你们那边？有几根了？有，应该在那个太巴郎那边比较多了，他们才会有做陶。那个太巴郎国小也做这种的手工艺做陶。哦，所以太巴朗国小有做。太安的国小就没有。哦。烟囱嘛，砖窑厂的烟囱啊。哎，不是被是的5个。我就是五个砖窑厂都在太巴郎。哦，所以这个我懂了。那所以他们那边太巴郎那边才会有那个。秋梅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说，那你们那边的太巴朗的部落有很多以前就是早期留下来的陶器吗？应该有了。有啦，是把人抓住。自己收藏了。学校有在推广了，太巴郎国小在推广。有在推广吗 ？OK，那我这样了解，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底大是因地区而不同的那个土质啊。那这样就这个概念就，那我们的不大就是普遍是在那个河边的泥土泥巴，对不对？沉淀的那个泥土啊。OK。很多那个烂泥。低温去烤的土窑。土窑，所以他们的垃圾那边的土都是红色的，不是？是吧？对啊，对。所以他们的土就是长在红土里面的。对，而且他们是我们虽然是海岸的，可是我们的手大不是咸的，他们那边对他们那边有咸的，所以他们用低温去烤。那个咕噜，对，瓮。阿力克老师，你再讲一遍，你说那个海岸线的怎么处理这个泥巴的部分？我们的是属大啊。属大。你刚说咸的那个，你可不可以再描述？你说什么是咸？那个是太巴朗那边的。懂吗？
他们的那个其实本身就有一个阴性的。盐巴的成分在里面。有啊，海岸沙那我们那边有那个，还有他们那边有盐巴，都要去那个年轻人要去拿那个盐啊，对，洗的时候，所以它烤的时候会比较漂亮。你拿我们海岸的那个你大去烤可能会裂掉啊，他们开发了不是啊，他们这个有去考究，所以它那个你大的盐分越高的话，越适合做陶土。对对，我了解了。你不要说我们海岸的大是咸的，不是。嗯，嗯，那可是照道理，我们海岸的堤大不是应该更咸吗？没有，不一样。没有。海岸没有堤大。哦，对啦。OK， 那我了解哦，这样我们今天得到很多知识呢，不错。好，我们先存档一下哈，因为差不多讲完这个部分已经讲完了，我们可能要跳到下一个主题哈。好，你们现在看这个画面哈，也是你们以前的贡献呐。你看哦，我现在点进去这个构词是工具焦点哦，沙逼沙鲁骂哦，你看了我点进去哦。会出现工具，哇！你看这个全部都是你们去年协助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就不用特别去讲这个，因为已经很多了哈。好，再来哈，另外一个是比沙鲁玛案也是你们去年的贡献哦。点进去也是，你看也是今年也有讲了，就是你们上次也有讲到的，也讲的差不多了哈。有地点也有时间哦。OK。所以我们这个就先跳过去哈。那我们现在呀，要有一个词汇，我想跟吴老师确认哦。那我们有没有这个词汇叫做鲁马案？老师，你有看到构词6吗？鲁马案。鲁马案，有没有叫鲁马案？有没有这个词汇？加案哦。对，加案有没有说房子的种类？有没有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平房，有高楼大厦，有透天，有公寓。那我们以前的阿美族的房子有没有不同的房型？对，用这个名称哦。对，有这个字可以用吗？鲁马案就是房子的种类，可以这样用吗？没有听过呢，鲁马案。OK， 那应该是不行。房子的形象没有这个鲁马案这个字。鲁马案。那我另外一个问题，那吴老师，我想问你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照这个逻辑应该是阿美族盖房子只有一种形式，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它不会有很多种的房子，它只有一种房型，是不是？都是茅草屋啊、竹子啊，材料早期都是啊。它还会用什么？也不可能盖在树上。它应该没有楼中楼吧？没有2楼哦。反正就是做农就是这样盖房子，没有很特别的房子的形状，大家都是一样。所以老师，我想问说，以前的房子有没有说它的大房子里面还有到可以有梯子有到2楼，有没有这个概念？没有啦，早期没有2楼，除非是你的仓库、你的那个置物的。那就只有放一个置物架而已，置物吊起来啊，吊起来。所以阿美族的房子是大同小异，对不对？就没有差异性。对呀。OK， 门的窗户啊，还有两边的那个打个啊。所以比较没。老师，我举个例子啊，你帮我，你们那个建筑组的帮我想一下哈，因为我们前一阵子我跟苏贤有去兰屿哈。然后他们有那个耆老在帮我们介绍他们的地下屋，他们的房子很好玩哦，是有3层哦，不是3层哦，不是往上的3层哦，是水平的3层。那第1层是一个功能，第2层一个功能，第3层一个功能，它是水平的，就是它的隔间是他说他们有3层楼，但是不是垂直的，是水平的。那每一层楼有不同的功能。那我们阿美族的房子里面
有这样的分类吗？比如说这边是属于什么功能，这边是属于什么功能，有吗？就主要是那个住的地方嘛，接下来隔壁是厨房嘛，通常才会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仓库啊，阿里米仓，放那那我们个米仓不是独立的吗？对啊，我现在讲的是在家里面的家格局。里面的，对对对它，里面也没有分什么东西，格局格局只有多么呢？煮东西的地方、睡觉煮的位置东西的地方、睡觉的地方、放有没有固定位置？放工，有没有这种分都类？是睡的地方，旁边才会有厨房，不会在厨房在大那个主屋里面。进门看到的是什么？你看那就是客厅啊，它大的一个空间，有啊，两边才是房，两边才是床，是一大片这样，两边大通铺，大通铺，对，那厨房会在另外旁边再盖一间厨房。 OK，应该是猫字形这样，猫不会在房子里面？没有，最多是烤火才会在主屋，就是在那个把肉那边烤火嘛，对不对？对，所以厨房会另外再盖一个。对，在旁边再盖一个厨房，所以厨房会在是在房子里面还是在外面？外面旁边再盖一个，连在主屋那里，对，房间正中间就是烤火的，然后左右两两边是通铺，他上厕所外面，外面大自然然后煮菜。老师，那有没有分上厕所有没有分大小号的差别？没有啊，都是同大的，还有哎，那个蓝雨的有呢，那个达悟族有分大小号呢，而且还有固定的位置，那个小号有固定的位置。会盖厕所，还有一个坑，那个板子。然后就不敢看了。可是我们有时候除厕所跟那个猪圈旁边，猪圈旁边就是厕所，所以你房子的外面右边、左边有会固定吗？没有，没有啦，是跟那个厕所一起，对，也是就当对了。但是主屋只有分两边通铺了，啊，中间有时候可以烤火，还有放东西也是另外盖一间。对，那个现在那个仓库啊，仓库就叫阿里威，嗯，那埋葬是放在屋子底下吗？没有放有别的墓园才会不会再葬，阿美族不会葬在自己家里，我要台湾的，台湾呢？有我们阿美族会葬在一个地方，对，整个部落都会葬在那里。叠对叠，蛮叠对叠，这样只只有有台湾专门埋葬的地方就对了。至于我们在哪里？那你们说置物架，下面置物架是在家里面吗？在厨房也有，家那个里面会放一个置物架，有啊，比如说对衣物用竹子编吊起来，吊在正中间这样子。没有房间的在那个通铺上面，它有通风嘛？就不会在中间做吊的。比如说好一点，它会编好了，吊在那个通铺上面放东西。放东西是在床的上面用对吊的。用吊的，用竹子编的。老师，那你们以前那个你看过早期的房子有几个门啊？一个门而已啊，只有一个门。大门有时候是会侧门，有时候会侧门会到厨房。哦，我旁边再开一个门到厨房。要啊，一个厨房的，还有后院的也要有。也有大一点房子后面还有小门到后院。如果你的菜园在后面，就会有个门。哦，那老师你们那个以前看过，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有窗户吗？还是只有一个通风的地方？有窗户。以前都是顶出去这样。老师，那个以前你们的窗户是用是不是那种往外推的那种窗户？也有，后来都是用那个推的这样。用式这样。
推出去然后再固定嘛，对不对？像百叶窗一样是左右开这样开一片一片，那没有的话就是用顶进去的。顶的嘛，用推出去然后再顶住这样子。对，顶出去的啦，顶出去。顶出去的嘛，对对对。好，那个吴老师，你们这一组下个礼拜可不可以帮我们做一个那个阿美族房子的示意图啊？画那个，就是你画一个所有床在哪里，然后什么在哪里，然后对，那个把肉在哪边，床在哪边，啊，米仓在哪边，然后厕所在哪边？一般的那个对架构。现在就比较好讲，现在网络都有。对对，上次叫你老公做那个导罗案，也是我们看懂什么在做哪一种的。对对对，老师，你们下礼拜帮我们稍微就是给我们一个因为我们对阿美族的过去的房子比较没有概念呢，就是说我们会用现在的房子的概念去猜，那感觉好像不太对，因为以前是大通铺，而且它没有隔间呢，所以我们用现在的观念会不准，所以你们下个礼拜就帮我们做一个阿美族传统房子的那个示意图，这样大概就是几个格局，它的配置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生活起居啊、食衣住行啊，都帮我们配置一下这样子。反正没有那个新娘房就对了。你们有分说男生睡哪边，女生睡哪边？没有啦，但是各家庭自己是就长辈睡哪那个没有，都没有。也是长辈就睡最里面。哦，这样子那个蓝营的达悟族反而很严格，达悟族的好严格啊。未婚的在男生啊，什么在那边呢？女生啊，未婚的。对，老师，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分的话，帮我把这个，就是说，比如说睡觉，小孩睡哪里啊，老人睡哪边，有没有按照顺序？对，有分的话，帮我写一下。对对对。小小的小孩是跟父母在一起啊，稍微大一点就把它放出生，会影响。对对对，老师，我了解你的意思哦。所以，老师，你们下礼拜帮我们把这个格局或者是配置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了解一下大概的雏形，比较好理解阿美族那个盖房子的逻辑啦，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9点整了哈，我们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吴老师，